大家好啊！又嚟到我西貢阿希呢個頻道。今日介紹一間極方便嘅中層單位，呢間全新樓嚟嘅，呢間700尺三房，其中一個套房，租金入56,000蚊。三房設計，三上電，有即熱式熱水爐。租金26,000蚊。有興趣嘅就聯絡我啦，多謝你收看呢個頻道。